hundreds of thousands have been jailed, thousands have died. This year, Freedom House reported credible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beginning in the early 2000s, Falun Gong detainees were killed for their organs on a large scale. 中国共产党，当你们在杀害自己的公民赚钱的时候，你有什么资格坐在人权理事会上？据林彦凡介绍，当时在场的中共代表试图阻止他发言，但因为行动太慢，林彦凡已经发言完毕。向这个林小姐请教一下您去这个瑞士日内瓦人权理事会作证，营救法轮功学员。那么您对孙茜了解的情况有多少？向我们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好不好？我是几个月之前就有收到，就是网友在我的Facebook 信箱里头留了一封言，然后之前没有看到，后来就他们一再给我就是发信息就提醒到了，我才知道关于这个在中国被关押的加拿大公民的情况。然后当时我有去加拿大外交部跟他们就是讲，就会见有讲这件事情，但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发现好像还没有动静，然后他在监狱里头好像受到的虐待就越来越加重了，所以我才开始发起征签。孙茜是在2月19号被抓的，当时抓了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关禁闭，然后之后有上脚镣和手镣，就那种很紧的，然后导致他就是手和脚都有受伤。然后在他去见5月5号吧，然后去见律师的路上，他有被几个警察就是推倒在地，然后就是不仅是言语上面辱骂，而且后来就把他给就绑起来，然后就喷那个 pepper spray，这是一种很强烈很刺激的一种化学物质，他喷了以后就是他们把整瓶喷完了才算数，然后还把他头给罩起来之后就说要充分吸收，用他们自己的话，然后之后10天没有让他换衣服，然后他进去以后几个月都是一直穿着也就是同样的内衣内裤，同样的袜子，手上的脚镣手镣呢也是每半个小时都动一下，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停。他的家人就是也是在反复的就是试图帮他伸冤。去了信访办啊，然后都没有人接待，有接待的，然后都是就是没有受理他们这个案子，然后他现在律师呢已经就是被逼着需要就是把他这个案子放弃了，就因为他的那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说，如果他继续受理这个案子或任何法轮功的案子的话，他就会被开除吧，所以他现在连律师都没有。